天氣開始轉涼，咁就同大家打下邊爐。咁我今日食嘅呢間呢，其實都有幾間嘅分店，位置都相當方便。咁我今次去嘅呢，就係去位於銅鑼灣嘅分店。如果搭港鐵過嚟嘅話，就可以喺銅鑼灣站 D1 嘅出口同大家一齊行過去啊。咁就出地鐵站，出到街之後轉左行前，行到呢個路口，跟住就轉右，望住正前方呢一個位呢，就係我今日去嘅呢間餐廳所在嘅位置啦。向前行一小段路，去到呢個位置，喺呢個落地底嘅扶手電梯落一層，扶手電梯一出對住嘅呢個位呢，就係我今日去嘅呢間餐廳馬祖所在嘅位置啦。餐廳嘅門面就係咁樣，四四正正都新新地嘅，周圍嘅環境就係咁樣。旁邊呢，仲有一間我早排食過嘅素食自助餐添，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試試。講返我今日食嘅呢間先，咁我今次食嘅呢間火鍋放題，佢就有分咗全放題或者半放題。全放題嘅話，就由最平嘅226蚊去到最貴嘅363不等，主要就肉類嘅分別，咁就任飲任食2個鐘。最平嘅呢，就呢個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，成人226，小童171。咁除咗呢個豬肉片之外呢，仲有沙茶牛肉、雞腿肉、魚柳。跟住貴少少嘅呢，就有呢個牛肩胛肉，成人241，小童186。當然就多咗呢個牛肩胛肉啦。再貴啲啲呢，就再多咗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同埋呢個 Prime Grade 嘅牛肩胛肉。咁成人就288，小童就208。再貴啲啲就係美國 Prime Grade 嘅極上牛頸脊配呢個海鮮夜市小食放題套餐，成人313，小童223。最貴嘅呢，就係呢個美國 Prime Grade 嘅極上雙降牛小排配呢個海鮮夜市小食放題套餐，成人363，小童283。咁大家可以望下個 menu 參考下。不過我介紹得嘅一定唔會係呢個價位，一定係平嘅。咁呢度呢，仲有個平價之選，就係90分鐘嘅定量放題套餐。不過佢嘅定量呢，其實都比一般豐富嘅，因為佢係配咗2大碟肉。咁最平呢，就呢個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，咁就138蚊，配咗2碟西班牙無激素嘅豬肉片。跟住貴少少148蚊嘅呢，就有呢個 Prime Grade 嘅牛肩胛肉拼呢個無激素豬肉片各一碟，咁就148。另外仲有牛肩胛肉2碟嘅話呢，就153。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套餐2碟嘅話呢，就163。美國 Prime Grade 嘅極上牛頸脊拼呢個黑毛豬套餐呢，就173。跟住仲有 Prime Grade 嘅極上牛頸脊套餐2碟178。美國 Prime Grade 嘅極上雙降牛小排拼黑毛豬呢，就188。最貴嘅呢，就係 Prime Grade 嘅極上雙降牛小排2碟，咁就198。咁呢個價錢呢，就已經配咗你2碟嘅肉類，再加出邊自助區任飲任食同埋少少可以落 order 嘅食品，任飲任食90分鐘，咁就全日供應，天天同價。5點前離座就再減10蚊，更抵啊！咁我哋今次呢，就揀咗 Prime Grade 嘅肩胛肉眼拼呢個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148蚊，同埋呢個極上牛頸脊拼呢個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，咁就173蚊。另外湯底方面呢，呢度嘅選擇都唔錯嘅，咁就一人一鍋，好似有藥膳椰子清雞湯、藥膳田園番茄濃湯、藥膳台灣嘅麻辣湯、藥膳蟲草花桃膠雞湯，仲有藥膳嘅花雕清雞湯、藥膳嘅台灣沙茶湯，全部都係藥膳啊！仲有藥膳嘅番茄麻辣湯、藥膳嘅養生清雞湯、日本嘅壽喜燒鍋底、台灣藥膳麻油雞湯，特別啲嘅呢，有呢個爆漿熔岩芫茜湯，仲有款要加10蚊嘅藥膳台灣麻辣鴨血凍豆腐鍋。咁我哋2個人分別就揀咗藥膳椰子清雞湯，清清地，同埋呢個特色啲嘅爆漿熔岩芫茜湯。咁再同大家睇下出邊自助區食物嘅選擇先。咁呢度自助區食物嘅選擇呢，其實都幾豐富嘅。丸類我諗大大話都有10幾20款啊，有啲都幾特色，同大家睇下。好似有芫茜燒賣、龍枝豆腐燒、蟹子丸、
芥末魚丸、芝士腸、魷魚羹、芋頭貢丸、蘑菇芝心煲、白魚蛋、香菇貢丸、花枝丸、鱈魚湯包、日本蟹柳、芝心丸、金沙魚蛋、龍汁牛丸、松露丸、麻辣貢丸，好多呢都非常有特色，比較少見。仲有魚片頭、方形魚腐、台灣腸、燕餃、甜不辣、午餐肉。未完，仲有啲瓜瓜菜類，好似有番茄、油麥菜、羽衣甘藍、娃娃菜、唐生菜、粟米、南瓜、響鈴、豆卜、萵筍、海帶苗、秀珍菇、鮮冬菇、海鮮菇、松棗花、黑木耳、金菇，仲有啲王子寬麵、稻庭烏冬、手工陽春麵、台灣嘅新竹米粉等等。另外飲品呢，就有呢一組嘅飲品櫃，好似有幾款嘅汽水、一啲盒裝嘅飲品、罐裝嘅茶，呢隻台灣嘅罐裝飲品等等。跟住仲有個雪糕櫃，咁就有名牌嘅烏肥皮雪糕任食，仲有啲本地牌子嘅雪糕、牛奶公司嘅雪糕、雪條等等。未完啦，除咗出邊自取嘅食物之外，佢仲有啲係可以 scan QR code 落 order 嘅食品，好似有響鈴白菜豬肉餃、雞腿肉、台灣嘅沙茶牛肉、深海魚柳，跟住仲有啲台式嘅特飲。咁主要呢都係烏龍茶同埋呢個茉莉花茶，配唔同嘅口味，好似有水蜜桃、愛文芒、金桔檸檬、蜂蜜檸檬等等。另外仲有黑糖冬瓜茶、一啲港式嘅檸水、咖啡、紅茶、朱古力雪香、Latte嘅雪香、香芋香奶茶等等。跟住仲有凍嘅，亦都係烏龍茶同茉莉花茶，配唔同嘅口味。仲有啲特色啲嘅，好似係有檸樂、檸七、特級朱古力雪香奶茶、香芋雪香奶茶、Latte雪香等等。咁基本上啊，你出街飲杯呢啲特飲，閒閒你都2-3蚊杯啦。呢度俾你任飲，又有名牌雪糕，多款嘅火配料飲品俾你任飲任食，抵啦。好啦，開餐飲品呢，除咗呢啲普通嘅罐裝汽水之外，亦都可以加檸檬變做檸樂檸七。跟住仲有啲台式嘅特飲，好似有呢杯朱古力雪香，都幾唔錯，幾濃味，質感都幾好嘅，大大杯。仲有呢杯蜂蜜檸檬茉莉花茶，甜甜地，幾清香，亦都幾好。亦都有呢杯金桔檸檬茉莉花茶，酸酸甜甜咁樣，啱晒我口味嘅。再飲多杯熱飲，相對就健康啲。另外，我哋2個套餐包嘅肉類賣相就係咁樣，都幾市正，幾大碟，幾唔錯嘅。有呢一碟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、攀龜嘅肩胛肉眼、極上牛頸脊、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，4碟嘅賣相就係咁樣。跟住湯底呢，呢一個就係藥膳椰子清雞湯，清清地。跟住呢個呢，就係爆漿熔岩芫茜湯。咁我聽過職員講呢，因為芫茜就唔可以煲住上，所以相對呢係要煲翻滾佢先可以攞嚟打邊爐嘅。呢個就相對特色啲，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呢，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。勁量嘅芫茜，青 BB 嘅湯底啊。跟住仲有啲其他嘅火配料，呢碟呢，就 scan QR code 落 order 嘅沙茶牛肉，仲有呢碟雞腿肉、深海魚柳，跟住就仲有白菜豬肉餃。咁我其實全部呢都係嗌咗一碟或者一粒試一試嘅啫。另外自助區攞嘅呢，就攞咗呢一大兜，賣相相當吸引，相當唔錯啊！多款嘅瓜瓜菜丸等等，全部都新鮮靚仔嘅。咁有響鈴啦、粟米、番茄，多款唔同種類嘅丸，一啲菇菌類、蔬菜類等等，多款嘅丸各有特色，有啲真係比較少食到，好似有松露嘅丸、麻辣嘅丸，有啲芥末魚丸，即係啲 wasabi 嘅，呢啲呢就芝心餡，呢個就芋頭餡、龍汁牛丸，仲有啲好似呢啲蟹子嘅丸啦、貢丸，仲有呢個芫茜嘅燒賣、金沙魚蛋，另一款嘅芝心丸，
甜不辣。呢啲呢就一塊塊嘅，亦都有啲好似豆腐咁嘅質感。呢隻餃呢，裏面就係咁樣，亦都有午餐肉，都有啲好少少嘅午餐肉。蟹柳呢，都有啲靚少少嘅蟹柳。仲有呢隻台灣嘅腸啦，甜甜地，我都幾中意。睇下啲丸爆晒餡嘅，大部分啦我都試咗，整體丸類嘅質素呢，真係幾好，幾特別，幾有特色，相當有品質。另外啲瓜瓜菜菜，好似啲粟米都幾甜，番茄都新鮮，咁啲瓜瓜菜菜都新鮮。呢個木耳都幾爽口，個萵筍都唔錯。啲菜呢，全部都靚靚仔仔嘅，個冬菇就大大隻。咁肉類嘅質素，4碟嘅肉類都相當有品質，絕對食得過。100幾蚊嚟講呢，我覺得超抵噶啦。呢個極上牛頸脊呢，帶住雪花紋，淥完之後嘅賣相就係咁樣，口感幾紮實，肉味都幾濃。跟住呢個就係肩胛肉眼，相對就厚實少少，幾有質感，大大塊，淥完之後嘅賣相就係咁啦，亦都係相當唔錯嘅。仲有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，以豬嚟講呢，質素相當唔錯，帶少少肥，但唔多嘅，肉質都算幾好。淥完之後嘅賣相呢，就係咁啦。仲有呢個伊比利亞黑毛豬，帶少少油脂，但係唔過分嘅，大大片，以豬嚟講，質素相當唔錯啊。淥完之後呢，就係咁啦。另外呢個雞肉呢，普普通通食得過啦。跟住仲有呢個沙茶牛肉，即係類似啲滑油咁樣，比較腍身啲，可以嘅。呢個餃呢，大大隻，醬卜卜，餡料都足，質地都唔錯。呢個魚柳就普通嘅魚柳，呢個就唔係好特別嘅啫。4款嘅肉類就係咁啦，睇下幾豐富，一枱都係啊。仲有多款嘅台式特飲俾你飲。咁基本上啊，每客有2大碟肉類，唔使食全放題，我覺得啊都已經相當足夠。最後呢，就淥翻啲粉麵食下，我就食咗呢個王子麵，類似啲福麵咁嘅質地，我幾中意嘅，攞嚟飽下肚都唔錯。跟住呢個新竹米粉，質量都唔錯，攞嚟做個結尾呢，就啱晒。最後就食埋啲甜品，必食嘅當然係呢個名牌 Moviepack 嘅雪糕，咁就杯裝，任攞任食。呢個雪糕啊，食一杯都20-30蚊啦，真係食多2杯都翻本啊！再食多啲雪條，仲有啲杯雪糕，攞嚟做個結尾呢，就啱晒。咁埋單2個餐，一個就148，一個就173，跟住5點前離座就每位減10蚊，另外就再加1，總共2位實際要俾嘅呢，就334蚊，平均一位160幾蚊啦。如果想食平啲嘅話呢，最平嘅呢個西班牙豬套餐138蚊，加埋1都係85蚊到，就可以食到。5點前離座就再平多10蚊，140蚊左近呢，就可以食到啦，近抵。以今日食到嘅嚟講呢，都算幾豐富，幾唔錯，幾抵食，位置又方便，都推介大家嚟試試嘅。下次再同大家試食過其他嘢啦，拜拜。